南北门的井仔卡有一间地母庙，讲求姻缘真灵圣。当地刑安宫特别举办联谊活动，要为单身的男女来牵红线。一个北门井仔卡刑安宫的地母娘娘庙，服侍全台湾飞去知名人生的地母娘娘，听讲伫咧遮求姻缘真圣，所以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北门井仔卡刑安宫，各在地经营团队，会伫咧9月7日举办一场联谊活动。现在有未婚的这些男女朋友们，能够来到我们的芹菜角，然后顺便呢，可以看看非常漂亮的这一些夕阳。这个活动除了规划求姻缘的知识，嘛有活动游戏。今年活动伫咧上尾啊，有特别安排一场飨宴，互参加的查甫会当伫咧遮看日头落山，会当食到在地美食。可以当伫遮看夕阳了，还可以遮办一个板凳。报名时间到4月2日，欢迎全台湾的独身仔把握机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